的重要性。那你试读共有一个其爱辨别它，要去分辨它。如何正确辨别消息真假，才不会被讯息传播者牵着鼻子走？中嘉宽频媒体试读团队这次来到了台南市中西区五条港发展协会来办活动，会中列举出许多国内外的真实案例，与民众分享接收讯息时应要多方参考，不能只单看一种说法。同时也提醒民众了解资讯来源、详读讯息内容以及内容是否太夸大等查核重点。有趣的课程让社区民众轻松学习什么是媒体识读。因为现在那个网络谣言太多了，还有那个讯息化，还有透过这个正确的教育是给大家一个好的知识，还有好的观念。现在是网络爆炸的时代，很多信息都会传播到媒体上。你假使没有去辨识的话会被他误导，而且会害人不浅。其实大多听这个课我感觉最重要的，因为咱即摆网络传一寡资料真正有当时似是而非，咱嘛唔知影真正假。伫这咱的群组内底，其实伫阮这个社区的群组内底，足侪嘛拢咧传这啦。所以有当时你互长辈唔知迄是真的假，嘛是一个足大的困扰。今仔日上这个课的时阵，互大家了解，安怎判定，安怎判读，迄个物件的正确与否。事实上对中介拢是避免被诈骗啦，还是讲被盗那个账户的都是一个很正面的。感谢迄个咱三子新会当做这个活动。除了查核8部，民众透过 LINE 消息查证、MyGoPen、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真的假的以及趋势科技防诈达人等 App 软体，也都能查证消息真伪。还有一个麦哥片的那个 logo 还有查核事实真相还有也可以咨询别人的意见。10月的媒体试读活动，让参加的社区民众都收获满满，活动也在欢笑中圆满落幕。欢迎对媒体试读有兴趣的社区团体或者是学校机关，可以向双子星3冠王中嘉宽频询问免费报名资讯。媒体试读推广赛。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